來，鄉親朋友，現看過係話轉到咧節目嘅現場咯，今邊係好識新鮮線來小解盤大家嘅了解新聞一等出名嘅鵝肉嗬，咧為大家來唱到現場嘅係從細向我學到大嗬，學到咧下嗬有50年經驗嘅嗬，咧嘅真係個嗬，來到大家來講到咧只部分咯嗬，咧頭先聊之前啊嗬，只有來鄉親朋友來講到咧嘅鵝肉嗬，一種樣板去跳湯咧嗬，韓國講到咧嘅鵝卵啊，已年長20-30隻天咯，真緊係產量冇按到嗬，也講到咧嘅鵝卵啊，也係啲嘅講到樣板去做料理，到日本嘅芥卵、鴨卵、芎肉嚇。鵝卵唔係講鵝卵，可以出要研究出嚟講，鵝卵因為啲是植物性蛋白質嘅卵啊，特別有纖維質啊，所以我哋做滷蛋。哦，做得來，做到今年就做。現場咧真緊動態炸咯。滷蛋，佢特別香又特別嘅，食到非常有嘅 Q 啊。哦，它 Q 的我老一般的那個芥卵、鴨卵，可能是冇按芎肉嘅嗬。我做鵝卵。韓國按用呢度就係食那個草啊，也係講冇食那個飼料的那個鵝卵咯，和佢嘅那個應該未有冇芎肉。係冇芎肉，因為佢種啊要爭。係。食啲都是佢要嘅。好，你先講日本大家係看得到啦，嗬，用拿來做那個鵝卵啊，嗬。韓國有其他滷蛋以外咧。滷蛋叫菜脯卵啊！哦，菜脯卵都係啲客家種來講要洗澡嘅啲菜脯，可能佢切啦。老人都煎。有可能按太炸，一炸，兩炸是動態盤嘅嗬。一炸是動態盤咯。一炸是動態盤。真係動態盤。真嘅咧。係啊，即係炸鵝卵對我貴重裝見到有些嘅。炸鵝卵，應講即係菜脯卵。係咯，菜脯卵啦。貴重裝，真嘅是全食得到咧。係啊。哇，真緊到好，一炸子又來咧。脆嘛，所有嘅基礎都做得啦，卵一所有嘅，所以個卵非常脆，卵個冇咁特別香，特別香嗬。所以嗬，假使鄉親朋友想講下嗬，來試看啊，試看呢啲嘅一個鵝卵嘅梅水嗬，係樣板去攞之後來到了位咧嗬，當然是做得人外嗬，來到了位時間買其他菜嗬。做得啦係。做得啦嗬，好講到啲卵態其實呢啲做得樣板去變化，應該是芎肉嚟啦，冇話其他個貼片樣板去做，咁個只係用嘅量，一隻做得。一種應該是的，也只係好貼片，因為好太生咩嗬。韓國人講鵝卵來講，你就切啦啦嗬，咪加生人食，唔係講一生人一隻按樣去啦嗬。滷蛋咩？你講到三張嚟是哪裡啊？係三張是貴重嘢就做得來食咧嗬。好，你講到卵啊料理，愛上可能哦，假使鄉親朋友你自家都不下卵嗬，做得要。變出當到冇芎肉嘅呢個，應講到呢個冇芎肉嘅方式來做呢個卵嘅料理。另外啊，嗬，啲鵝肉來講啊，嗬，頭先你看到現場嘅啲係獨盤嘅，你獨盤以外，獨盤係大家最想從頭食嘅。韓國頭先講到啲頭醬，嗬，即係讀呢個呢個新聞一講透過呢個啲客人，嗬，要拿來換嘅啊，嗬，呢個頭醬係算係啲客家種嘅特色的一種啦，是客家人嚟，客家美食一種嚟嘅。哦，咁樣先嗬。換嚟一個換料啦，嗬。講到料理哦，啲除咗呢個獨盤之外，那當然係提議推薦嘅。好，還有其他嘅料理方式嗎？我非常可以做啲做嘅千鵝宴。啊？千鵝然，圈脯蛋圈嘅圈，係圈鵝然。做得嚟大家講，從呢啲你係看到嘅啦，嗬。呢個方面可你看到嘅，你係係呢個一個一般嘅獨盤嘅，係嗎？哦，也是呢啲嘅料理啊，或者講嘅係獨盤。過來咧，還有哪啲其他圈鵝料理？鵝啊，最好嘅。最好嘅係哪隻部分？最好啊！牛。咩？幾隻鵝做得利用啦？錯。所以咧就鵝頭講嘢，鵝頭係來去做個排燉天麻，燉天麻食係
非常好，因为精神也非常好。哦，我听讲天麻是系天麻，酸宽各方面吧，好的也係用嚟講養生料理啦。對，還這個芋頭啊，所以燉天麻是頭拿啦嘛。頭拿係酸，哦，紫菜為下好啲啊，用起。那個芋薑片啊，那多啊哈，去做粿條腸，小火炸，粿條腸非常好。那種芡乾嗰啲嚟做芡，去撈啊做咧，切開做。芡乾做應該下水湯。做下水湯。啊，未做得應該做安樣來燜。做做冷盤啊。冷盤係。五腳要跪下一盤。五腳跪下要一盤。做一盤鵝腳，從冬菇煲鵝腳。我呢一下看到嘅咧係嘛？你一下方面可看到嘅咧咧。即係呢嘅鵝咪重用係鵝用嘅料理，又係鵝腸，係嘛？鵝腸炒韭菜。哦，鵝腸炒呢個韭菜。哦，呢咪係呢度呢個川湯度，呢啲出名嘅料理。韓國應該咪韓國要嚟到鵝腸以外，還有我是哦，係鵝風炒韭菜。鵝風咪做得哪裏炒韭菜？係還可以做鵝舌膠，係，所以個龜山鵝做得點用？用加糯米落去，一樣變咗鵝舌膠，板一樣。鵝舌膠咧切咧炸，非常香，非常好食。所以講咧川菜鵝，所以做得利用。全鵝人來講到呢度誒師傅學貴重做，全部係鵝肉，也是人家做得啱做。係，咪做得啱樣來食。因為個要吃大料因嗰個，係做只全鵝嘢味嘅。係，食到怪。非常厲害，因為做呢種人。當吃到當強啦，韓國嗬食過韓國黐梅，可能係二百來度，兩位韓係上我來兩位來食鵝肉。所以講兩百個，係咪攞個鬧到嘅咪神農獎？係，係咪咪嚟講啊講，所以係，我全部做得利用，成本要最省，樣樣呢，所以講，係隻鵝啊，全部貴山鵝都做得利用唔係多少。所以因啲度了解呢個店行了解講到頭先到最因啲嘅也川湯嘛，嗬，也後背生是係因啲嘅香鵝嘅味素嚟，安樣呢？用呢講我來到呢度了解嗬，是係除咗食鵝肉之外，咪攞去了解參觀下，來看下麼？我要做得。要了解啲，也是即係先老講啊，我攞去要幾多生意，我都想我攞去參觀，我老講下麼？嗰最好啊！最好先講下。要作會啊！冇開房本講已經隨時做得起嘅。個氣幹做得嘅。氣幹做得。還有時間話什麼？啊，愛講解、愛紹介是做唔得，或者愛先講好啊樣嘢。係，好講到呢位啊，呢度川湯地嗰度啊，川安泰哦。聽講呢度還有提供一個工作機會俾一個學生啊嚇。因為用嗰啲種下，鄉下。呢度嘅很多也會非常痛苦啊！係，啊，本地嘅學生可能打工咧，我傳到嘅就實費喺度。哦，安樣即係講，就提供一道工作機會俾人哋，我喺我可能學苦嘅、潮圈嘅，你都講富權嘅領啥樣嘅啦，嗬。好講到呢位嗬，除咗要提供一個工作機會之外，嗬，一啲嘢鄉親朋友可能有到人可能冇辦法講，來到生活啊，為幾度上講，做啲有其他嘅方式買得到嗎？目前係冇嘅，目前冇，咁樣嗬。好，講到呢一個鵝毛來講啊，嗬，可能要其他嘅用途要專門嘅人來燒嘛。要，毛絨上啲台灣是有嘅毛絨鵝嘅乜嘅，做毛絨係工廠勞動多啊。所以毛絨啊，係鵝係毛絨最好啊。鵝係毛絨最好，所以你下面要專門嘅人來燒。小鵝啊，睇到係唔睇到？鵝最辣嘅東西，我哋無料鵝最好啊！2011年嘛，世界衛生組織啊，講啲健康肉品中啊，鵝肉是冠軍啊！啲實驗咧全部調冠軍，所以鵝肉可以買低膽固醇，那個不飽
蛋白质是最好的。你讲到了位啊，它不饱和脂肪酸也很高，所以我们吃鹅肉非常的健康。哎呀，所以可能你青苔哥对你嘅了解我啊，对了解原则全部按用研究，韩国呢对了解讲到了解先中各方面全部偷到没有，我了解嘅买到啲咧吼，你咪拿到你嘅了解新农场系冇？我大家讲下你拿到新农场嘅係嘅了解，有發表你嘅想法冇？有啊，我是未想講，我呢是該做生意啦。恁啲人拿到了新農場啊，冇咁簡單。係，我是第六個報緊去參加，我想我哪有辦法？我想到我把兩個所有學我嘅東西，講我嘅產品，乜嘅嚟講本嘅是，我們這些都講拿到了，我用食材上做到了非常好呀，非常好嘅。係，食到就乜嘅就嘅，所以講今天很非常。榮幸啊！是係去到，你講安那都未冇人改啦。係啊，所以講我看到了新農場還是有非常嘅歡喜，非常欣賞，做到了是非常。喺外面又做咗個順口溜啊！啊，自家要做嚇？係啊，做順口溜講，係講兒童吃鵝肉呢，活潑又健康；女士呢吃鵝肉呢，美麗又溫柔；男士呢，多吃鵝肉呢。瀟灑又健壯，老年吃鵝肉呢，又年年益壽，會延年益壽。所以呢，我希望大家希望多食鵝肉啊，是來講食出健康，然後也帶來財富。哎呀，好，喺時間到咧，吼，講到了，已經講到拿到了新農場，真是唔係按簡單按改嘅，吼，假使有機會，好似朋友做得來到新婦嗬，來請青苔哥來去新農場韓國咧，來我從行聊聊咧，叫我新婦青苔哥來到你現場，新婦。好，新婦大家多謝嘅哈。好，新婦。你哋到了尾聲來聊下咧，我家下強讓聽電源同先生強下來好好認同新婦大家。好好。